閃亮登場，全新 Chevrolet Cruze。歐洲記者評為2010年最佳汽車，係印度嘅年度最佳汽車，又係世界巡迴錦標賽英國、意大利、德國同巴西各站嘅冠軍。世界驗證咗呢部輕型汽車嘅不平凡故事。全新 Chevrolet Cruze 同級車系中最慳油，10個標準安全氣袋，加拿大最佳保養服務，超越一般駕駛。Cruze。翻嚟最後一節嘅市場回顧，咁廣告之前同大家講咗好多咧，同日本有關嘅消息。翻嚟中東呢邊啊，咁巴林嘅政治動盪局勢咧有升級嘅現象出現。咁事關咧，巴林嘅安全部隊就襲擊咗首都麥納麥嘅反政府示威者，令到佢哋從駐紮咗幾星期嘅中央明珠廣場咧驅趕出嚟。而值得關注係咧，今次衝突係連巴林最近所邀請嘅沙特阿拉伯部隊咧都牽涉在內㗎。咁沙特阿拉伯咧係一個咁大嘅產油國啦，如果中東動盪有機會啊涉到去呢個沙特阿拉伯嘅話咧，其實真係不容忽視。而巴林自己本身咧雖然唔係產油國，不過就係中東嘅主要金融中心。目前當地咧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令到當地兩大嘅外國銀行匯豐同埋渣打咧都宣布會暫時關閉佢哋喺當地嘅辦事處㗎。係啦，嗱，巴林最大問題就係咩？佢有60% 嘅人口咧係佢叫 Shia Muslim 嚟㗎，咁然後咧佢政權管制政權咧就嗰啲叫 Sunni Muslim 啦，咁咧變咗有兩度有得鬥啦，鬥到天翻地覆啦。咁你而家咧原本咧就因為我啱啱同你講過就佢唔係因為唔係產油咧，應該就唔係咁重要㗎。但因為沙地阿拉伯派咗1000名軍隊入去咧，就幫助鎮壓咧。喺咁嘅情形下咧，變咗你咪洗濕咗個頭啊！咁變咗嘅而家個個就睇緊啊，會唔會沙地阿拉伯會再繼續加駐軍隊咧？咁你而家咧，我大家都希望咧，呢件嘢咧可以平息咁嚟度過㗎。因為好多人就話咧，嗰啲咁嘅 Shia Muslim 咧背後咧有伊朗嚟撐腰嚟搞震㗎。咁所以咧，雖然日本發生咁大嘅地震啦，大家都要繼續留意住中東嘅局勢，因為而家咧仍然對呢個股市咧有影響㗎。咁呢個時候再睇下咧，今日公布嘅一啲美國經濟數據。咁美國商務部今日就公布咗2月份嘅新屋動工量，咁減少咗22.5%，至到479000套，咁超過市場預期嘅57萬套㗎，亦都係27年嚟最大嘅跌幅。另外2月份嘅建築批文數字咧，亦都減少8.2%，至到517000套，咁改寫有紀錄以嚟嘅新低，少過分析師預期嘅57萬套，較上年同期咧更加係跌咗20%咁多㗎。啊，你睇到美國嘅新屋復工咧，係仲完全冇跡象，而家仍然喺新低㗎。我最失望呢個數據其實係咩？就個叫做嗰個 building permit 啊，個工作個建築許可證啊。因為點解咧？建築嗱，你喺2月份少人起屋，我明白，因為你冬天啊嘛，啱唔啱？但建築許可證咧，即係你啲嘅起屋嘅人咧，有意圖想起屋㗎嘛，或者裝修間屋㗎嘛。咁你就算你攞咗個 permit 啦，你唔係即刻做，咁你可能係1個月、2個月後、3個月後做，但你攞咗個 permit 啦，咁你先係做㗎嘛。連呢個 building permit 都跌咗8.2%，跌到517000㗎，即係 annualized 嘅數據啊。變咗我對呢個數據咧就相當之失望嘅。咁另外今日咧亦都公布咗另外一份數據，就係咧2月份嘅 PPI 生產者物價指數啦，咁增長咗1.6%㗎，咁好過市場預期0.7%嘅增長啦。增幅主要係由食品價格大幅上升所帶動，但係扣除咗食物同埋能源之後嘅核心 PPI 咧，就只係輕微上升0.2%，咁只係符合市場預期嘅啫。係啦，如果你計食物嘅 index 啊 ，food index 起咗3.9%，然後咧 wholesale energy 嘅咧就起咗3.3%，然後 price for intermediate goods 起咗2%，而 crude oil 嘅 index 起咗3.4%。你大家睇得到咧，喺油價、食物嗰方面都令到個通貨膨脹咧，一個工業通貨膨脹咧係相當嚴重嘅問題嘅。到聽日咧，我哋可以睇到個 CPI number 咧，睇下會唔會由 producer 嗰個 segment 咧生產度咧，直至到消費者個 level 啦。咁嚟到呢個時候咧，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同大家提一提咧，就係如果有咩意見或者有啲財經上嘅問題咧，可以 email 去 money@walla.tv 㗎。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聽日同一時間7點鐘，希望大家見面。拜拜。拜拜。